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同強烈熱帶風暴蝴蝶相關嘅強風區會逐漸普遍影響珠江口一帶，而本港嘅風力會逐步增強。今日嘅稍後咧，高地會達到烈風程度。天文台會喺下晝12點2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喺正午12點，強烈熱帶風暴蝴蝶係集結喺香港嘅西南偏西，大約係510公里。預料佢會向東北移動，時速大約係22公里，係靠近雷州半島。預料蝴蝶即將喺雷州半島度登陸，隨後會橫過廣東及廣西交界一帶。蝴蝶將會喺聽朝早喺香港嘅西北，大約係300公里左右掠過。本港嘅風力係會逐步增強，今日稍後高地係會間中達到烈風程度。隨住蝴蝶進一步移入內陸並且減弱，預料本港風力喺聽日稍後係會逐步緩和。我哋睇下雷達嘅影像，就會見到蝴蝶嘅外圍環流正係為廣東沿岸帶嚟狂風驟雨。咁至於預測方面咧，預料蝴蝶嘅外圍環流同埋雨帶咧，喺今日同埋聽日都係會為本港咧係帶嚟狂風驟雨。雖然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時候咧，蝴蝶已經遠離同埋消散，但係活躍嘅西南氣流咧都會為廣東沿岸咧帶嚟驟雨，所以市民請保持警惕。至於今日下晝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，會係大致多雲，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，係吹清勁嘅偏南風，風勢會逐步增強，稍後高地達烈風程度，海有大浪同埋湧浪，市民請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。至於天氣展望，聽日仍然係有狂風驟雨，初時風勢會頗大，海有大浪同埋湧浪。聽日稍後咧風勢會逐漸緩和，隨後1-2日咧天氣仍然唔穩定，雨勢有時頗大。